嘅。咁第一隻咧就係阿里巴巴啦，咁股票代號就9988嘅。咁阿里巴巴最主要就喺內地從事一啲核心商業啦，就包括淘寶啦、天貓啦，咁另外就雲計算啦，同埋數字媒體及娛樂咧等等嘅業務嘅。咁就睇翻2019年阿里巴巴嘅業績方面咧，咁收入方面就係1614億元嘅人民幣嘅，咁按年咧增長咗38%啦。咁喺個純利方面咧就523億元啦，咁按年啊增長就58%嘅。咁另外喺經調整之後嘅 EBITDA 啦，同比增長咗37%啦，就去到558.8億元嘅人民幣嘅。咁睇翻阿里巴巴而家暫時嘅市盈率方面咧，就係22.5倍啦。咁業績基本面其實都係比較好噶啦，有38%嘅增長啦。咁如果投資者係看好中國未來互聯網金融嘅前景嘅話，其實係可以留意嘅。咁另外咧就阿里巴巴有憧憬列入港股通名單嘅因素啦，咁就港交所嘅行政總裁李小加之前亦都出嚟講啦，咁就好嘅事情一定會發生啊！咁港交所咧就冇禁止任何咧嘅公司咧納入呢個港股通嘅名單嘅。咁另外，如果阿里巴巴納入咗呢個港股通之後咧，相信會有更多嘅被動資金會追捧入去㗎，咁從而進一步會推高翻嘅股價啦。咁另外咧，阿里巴巴最近其實亦都獲得投行啦，包括星展同埋大摩嘅睇好嘅。咁大摩將阿里巴巴更加納入行業嘅龍頭啊，咁擁有強勁嘅資產負債表啦，同埋穩健嘅盈利啦。咁預計未來6至12個月咧就會跑贏 MSCI 亞洲嘅指數嘅。咁但係當然投資阿里巴巴嘅時候，亦都有相關嘅事項要注意啦。咁最近期咧就軟銀咧就計劃出售150億美元嘅阿里巴巴嘅股份啊。咁消息一出之後咧，股價短期亦都受壓啦。咁另外要睇翻咧，就係疫情咧，其實對翻各行各業咧就有個衝擊嘅。咁我哋需要睇翻咧，就嗰個疫情恢復之後咧，咁阿里巴巴嘅業績面嘅恢復嘅速度會唔會係符合市場嘅預期咧？都係我哋要關心嘅因素。咁睇翻阿里巴巴近期嘅52周高低位股價嚟睇嘅話咧，就上市價176蚊，咁去到近期最高位嘅227.4，咁就最低位嚟講嘅話就167.6啦。咁另外咧就為大家帶嚟一隻股票咧，就係石